这是新热甲奥妙的节期，因为上帝互人的心肝着跳，也要想思遐个行伫黑暗中的百姓一个真光的信仰，但咱心存盼望，因为上帝的阳光亲像千万粒灿烂的星辰，遍照伫黑暗中，但着听天使，着听先知所讲的话。起来啊，发出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到。耶和华的阳光发现，照伫你的顶面，看，黑暗要砍全地，黑暗暗夜砍列国，总是耶和华要发现照你，伊的阳光要出现伫你的身上，列国要来就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就近你发现的大光。